大家好，我係 Samantha，又叫做紫瑩道長。我知道有好多人一聽到化忌呢兩個字就會好擔心，但唔好急住，我唔會嚇你嘅，我會帶大家去睇透呢粒星嘅本質。廉貞化忌唔係俾你去倒霉嘅，唔係嚟推冧你嘅，佢係嚟幫你做一次一生人裏邊嘅全面性嘅 CT 掃描。只不過呢一台掃描器佢係用火。過去幾年嘅裏邊，我都喺度練習緊我嘅紫微斗數。反覆地去睇到一啲共同點嘅，有好多人嘅命唔係唔好啊，只係佢哋行錯咗，用錯咗，就好似起因點錯誤一樣。我要起一棟樓，但原來我地基一開始就已經係歪咗嘅話，到後來我無論起得幾靚，裝修得幾靚，只要一大風一吹，佢就會冧。我唔會用迷信嘅言語，亦都唔會用焦慮嘅一啲嘅字眼俾大家，亦都唔會靠恐嚇嚟博流量。我只會做一件事，就用星曜嘅本質嚟解釋俾大家聽，睇通咗我哋嘅人生結構漏洞。接住落嚟一系列嘅視頻，可能都係你今年最重要嘅一次預警啊！一講到丙午，好多人就會喺度講赤馬紅羊年、赤馬紅羊劫、大凶之年啊，血光之災。但我今日唔係講呢啲，我只會帶大家去睇佢嘅能量結構。丙午係乜嘢嘢呢？天干丙係太陽之火，最烈、最直接。不留情面嘅火。地支午呢，就係正午之時，光芒最強，影子最短，所有嘅嘢都會無所遁形。呢個火唔係嚟溫暖你嘅，佢係嚟顯化嘅。咁乜嘢叫顯化呢？就係你所有藏住嘅、隱瞞住嘅、湊合嘅、僥倖嘅、灰色地帶嘅，喺呢一年嘅裏邊都會被放喺一個聚光燈之下，俾人睇得清清楚楚。咁廉貞呢？佢又有啲乜嘢嘢呢？有好多人都會講廉貞係一顆囚星，主官非、官司、是非。呢樣嘢唔係佢嘅全貌。廉貞嘅本質係規則、次序、精密嘅系統，係你人生法律、合同、財務嘅流程、人際關係、信用、新陳代謝循環。佢就好似公司裏邊嘅財務總監一樣，你身體裏邊嘅免疫系統咁樣，又或者係你婚姻嘅裏邊忠誠嘅協議。佢平時係默默無聲咁樣喺背後運轉，你可能會覺得佢係嚴肅嘅、較真嘅、不近人情嘅。但嚟到2026年咧，你會發現佢會係你最後嘅一道防火牆。所以2026年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呢？以下我會俾3個比喻大家一聽就會明㗎啦。我哋下集見。